今仔日我有一寡心得，而且嘛感觉讲我甲家己的力量找转来。就是讲昨早起要上班的路上，就拄着一个别公司的同事定定看着，但是拢无开讲。拄啊好，伊伫路上叫着两个人的名，甲因拍招呼，阁用台语有讲两句台语。我就想讲，拄啊好有即个机会，因为叫迄两个人的名，迄两个人我嘛拄啊好有熟识，我就甲伊开讲。因为阮即摆拢是用台语开喙，就尽量用台语来讲话，接到电话嘛，尽量用台语。所以阮嘛沿路拢用台语甲伊开讲。毋过伊就沿路拢是回我华语。即个时阵我就想讲，哪会遐奇怪？我印象中坐电梯的时阵，阁有拄则，我明明有听着伊讲台语啊。毋过即个状况是足世常的，就是有一寡人伊就伫公司会讲台语，无伊接电话还是开会时阵，就是主管拢会讲台语。毋过我甲伊拍招呼的时阵甲伊讲两句话，伊绝对是用华语甲我讲话。这有诚侪原因嘛有可能就是我是拄仔伫学台语的人就是讲客客因就想讲应该就无想要用台语甲台语客的人讲话，因想讲规气用华语来讲，毋是搁较顺？耳孔嘛袂讲听甲怪怪，牙叫的台语，有可能是即个状况。进前我都定定咧想讲，奇怪，虽然台语讲啊无啥好势，毋过恁哪会不爱回我台语咧？毋过这实在是嘛无法度。昨早起我心中就一直碎碎念讲这人是爱安怎较会互伊回我台语话咧，台湾话咧？对方就讲。为什物你要开始练习台语咧？是恁公司有要求吗？我听会着诚袂爽，因为我想讲伊会安尼问，原因应该就是讲，你都毋是讲台语的人啊。你讲台语可能就较无自然咱哪会就是去练习呢？讲安尼。我就讲，最近陈佩慧伊伫立法院咨询咨询的时阵嘛是叫人讲莫讲台语。对方当然就诚紧张，讲伊无即个意思，伊只是好奇。结果伊就无讲话我就知影讲。嘛甲伊惊着啦，伊嘛想讲奇怪，伊只是问的。毋过问即个问题的原因，当然有一种意思，就是讲，都毋是台语人若讲有的人就是开喙，就是台语人的开口，伊就袂安尼问嘛。就算伊替人安尼问，因为即个人台语诚好。伊嘛袂讲，若袂讲伤济，所以讲对我即个拄啊好伫练习的人就实在是，就是有一个打击，所以我嘛想讲，其实迄人嘛无做毋着啥物代志啦，伊只是讲甲你问讲你为虾物要讲？只是讲的背后，就是讲你听起来都毋是定定讲台语的人。我迄时阵想法就是讲，我练习遐久，投资遐济时间，投资遐济学费，
逐工拢伫练，哪会练呢？嘛是听有人问即句话啊。若伊若用台语甲我交流，其实我着袂遐失望啦，因为我想讲，这是一个接纳吼，伊着才受讲我讲台语吼，伊嘛会我台语哦。毋过台语好诶人，伊绝对不爱会你台湾话，就有别种意思啊，就是讲可能无够格，会使互伊会我台湾话安尼。伊看着别人若台语袂歹，伊就会甲伊讲母语嘛。毋过拄着我，伊就想讲，这人这就拄仔伫练，可能就是会冒充诶，假诶，就较无爱安尼甲我讲话。就亲像讲，咱若看着一个活路啊，伊讲华语诶时阵，咱嘛较无想要甲伊讲啊，想讲这个嘛讲较无好。若讲咱有别种语言用英语，就会想讲，你若英语较顺，应该是讲英语就好啊。咱无想讲对方可能嘛想讲伫台湾伊想要练华语，这是一个设想的状况啦。虽然事实上毋是即种状况，我讲即种互我的感觉就亲像即种状况。有一个人伊想要练，毋过练的过程啊，佫有过程甲过程过程中就是大家爱较忍耐的。毋过因为大家无即种意识，所以就会想讲你著莫讲就好啊。其实诚济爸母嘛是安尼啊，爸母想讲英文是较重要的。你就算你讲客客，无啥会晓讲英文，拄着外国人，就希望家己的囡仔会当去练习。外国人若听啊诚艰苦，其实嘛不要紧啊，因为我的囡仔有练啊，练久就真会晓。毋过对母语咧，就是讲你著莫练啊，别人讲就莫讲会晓嘛袂有啥物好处好康诶所以讲，这就有观念的问题。所以我昨早起是有淡薄仔囥伫心肝内，就想讲，哪会有伫拍拼练啊？毋过嘛是会拄着即种状况。结果暗时的时阵，嘛有伫 Clubhouse，拄仔有机会人较少，嘛等上课，我就讲即个故事。结果有一个人伊就讲伊意思就是讲，你袂当怪别人啊，你著真正讲啊无好，人是听无啊。我相信其实阮同事是听有，只是讲会家叫，就是无顺客怪，所以伊无甲我当做是讲台语的人，所以较会问嘛，讲奇怪，你著明明台语讲无好，哪会一直伫遐讲，是有啥物特别状况？结果我是嘛袂生气啦，因为伫 Clubhouse 顶面，伊嘛是用台语和我讲，我就想讲，对啊，伊嘛是讲有一个交流，就是讲咱拢伫为着练习台语伫遐拍拼。虽然讲伊是徛伫毋是我的角度，是别种角度，安尼甲我批评，都讲话较直接。毋过我是无生气啊，我就去上课嘛，就是昨暗时有线顶的课，上的就袂记即件代志。毋过家己嘛有去思考，因为线顶的课，我甲讲即摆人真正台语拢无啥好，其实嘛对。会去学台语课的人，会去开钱上课，当然伊若台语诚好，伊阁去上台语文的课，这嘛奇怪。所以讲，
就是诚济人台语是无啥好，毋过我著较有自信，想讲其实算算我嘛算袂歹啊。啊，囡仔就是一个爷母啊，查某的爷母，伊著对我诚有意见。啊，毋过因为伊是爷母，变讲伊爱完成即个任务，所以伊搁来找我。伊著讲顶遍你互我的物件，你甲我解说一下。无我若跳问，我毋知要安怎回答。我著知影讲，伊是不得已来的，毋过伊嘛有较平静啊，伊著无气噗噗啦，著做好准备，讲即摆莫阁冤家。因为我有 complain 甲因主管讲啊，讲伊安尼对我无礼貌，安尼掠讲，奇怪，我是讲话其实嘛无讲，若是讲大头家主管啊，你若讲话无重点，主管当然会生气，甲你拍断啊。毋过因为主管还是大头家的时间较宝贵嘛，你当然著是爱想办法讲头家想要讲的，想要听的物件，想要听的代志啊。袂当讲伤长故事安尼。毋过这爷母其实甲我嘛是同事嘛，伊无法度去要求讲，我一讲就是伊想要知影的重点啊。我嘛毋知伊想要知影啥，伊嘛是突然间走来，著甲我问一个代志。其实我有甲伊回答，应该著诚好啊。为虾米阁爱气噗噗咧？结果伊囡仔著有准备，所以伊著较有耐性。我有发觉讲伊有准备，所以伊耐性著有传迄耐性即个物件。我著甲伊讲，其实是有原因讲，互伊的物件较复杂，是因为有进前别爷父伊著会问东问西，我著讲拢总互你较完整。较完整的话，安尼你著免问东问西啊。我若即摆互即个爷父，我嘛是互伊共款的物件，我著无讲针对即个爷父著较无耐性。我著去互伊较简单的物件，无著几套的嘛著无，我著互即个诚无耐性，对我即个人诚无耐性的查甫的爷母，伊著问啊，伊著讲，你为虾米阁互我这有诶无诶？这到底我要安怎解说？我有甲伊讲，我著有发觉讲，伊著想讲，你著安尼著好啊。伊著对我诶做法，伊著诚无耐性，讲哪有人安尼遐俗，哪有人安尼著好啊，安尼做，就是伊头壳内底有一个有一个要安怎做的一个计划。毋过我哪有可能做啥，就是按照伊头壳内暗算，伊是伊，我是我。而且伊嘛毋知影我电脑的状况，我电脑其实无迄个软体，变讲我一定无法度直接拍开。伊嘛想讲奇怪，为虾米我不爱直接拍开？我嘛无甲伊讲原因啦，因为我甲伊无即种信任感嘛。我惊讲甲伊讲原因，伊阁毋知影阁要掠讲还是创啥，阁甲我出主意，就是对伊无信任感，所以无向伊解说遐济。对方嘛想讲，你这个人，这做代志哪会讲遐简单就好，你无去做。伊毋知影我背后有一寡原因，我嘛无去甲伊解说。结果因为我嘛有过程当中，其实我是有讲几句台语甲兰花语。伊当然嘛被动，虽然因兜拢支持民进党的，毋过有时阵这著无的确是安尼，就是讲母语的意识，爱建立，毋是讲伊是啥物党的，伊著讲你毋免讲台语啊。
我安怎，我著想讲，我即摆著有转变啦，因为以早我著是会囥伫心肝内，无著是生气，无著安怎，我即摆有进步，我著家己讲，我即摆著伫练习，因为伊有讲你台语有讲啊无好，伊有讲即句话，以早听应该是诚艰苦，毋过拄仔好感谢有昨早起迄个人吼，互我对即个代志有看较开的，有家己去想一寡代志吼，所以今仔拄着即个查甫的夜妇啊，拄仔较无好的即个夜妇吼，我著讲，我著做坚定家己讲。我即摆伫练讲啊，这是一个过程啊，是一个过程啊。你若讲，你若讲无即个种练习的过程，你无法度讲较好啊，无法度去到达成讲诚好即个目标啊。我著安尼家己讲，伊著有发觉着讲家己吼安尼，甲新妇爱互人讲台语。伊著紧讲无啦，我毋是即个意思，我是讲你是配合我啦，因为我拢讲台语，我心内想讲骗笑，我无听过你讲台语，讲因为我伫厝拢讲台语，毋过伊台语可能有进步，比进前我听伊伫公司，伊迄时阵嘛是突然间有一个冲动，有一个。突然间有一个念头，伊想要讲台语，毋过伊迄时阵台语是真正讲无啥好势，伊阁会想讲别人会学袂像，别人会有意见，伊著会讲迄几句，以后著无阁讲，我著想讲，我嘛直接讲无我毋知影你有伫讲台语呢，我毋知呢，我有讲。这讲台语是为着我家己，伊著无讲话啊，这代志著一定当然著伊著甲伊沟通，真正是有淡薄仔问题啦，因为伊著是一定爱伊爱的物件，爱的答案，伊著想讲。我为虾物要加做？加互伊做，互伊虾物物件？这毋是伊知影的物件。我著甲伊讲，无你著莫插伊啊！你若讲这假，你毋知这是啥，你著莫插伊就好啊。我想讲遐简单的代志，因为我嘛有解说讲，互伊遐济其实是为倒位来的。这人的客户一定知影，因为这著是客户。客户较完整的物件，虽然伊嘛是袂爽，想讲哪会加这两项？你会使互我伊爱的物件无？就像进前别人拢互伊啥，我著照互伊就好。我想讲，迄是别人，我哪会知影别人互你啥物？无你著直接讲你干那买啥物物件就好啊！无你著甲我指定嘛。你无指定，我互你阁讲这毋是你爱的，毋是伊意思讲以早的人无互我遐济物件，其实我哪会知影以早的人要互你啥？我嘛袂讲为着伊去问东问西嘛，因为就是想讲，著无遐用心的对待啦，毋过著这代志著煞，毋过我有发觉讲，我著。真坚持甲人讲，我著伫练为什物会使跋上去咧？就是即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讲我渐渐知影讲，这台语毋免去比较，毋免讲啥物人好，啥物人讲无好，这著是一种二分法，好甲无好，就亲像咱咧读册的时阵。啥物人第一名？啥物人会前三名？啥物人功课无好啊？啥物人伫啥物放牛班啊？这拢是咱以早就累积起来意识。其实这拢是
应该爱修改，其实就是影响着像我即马学台语的时阵，就开始会分啊，啥物人台语好啊，啥物人台语无好，爱安怎较会比别人搁较好啊，搁有自卑啊，讲我哪会台语安怎讲，着讲袂好势。其实咱爱练的是咱的心，咱的心就是诚坚强，就是我就是讲相信有一天我会台语会诚好，我会变成一个诚好的人，我的台语的版本会愈来愈好，就亲像我相信我这个人会愈来愈好。即马虽然替人嫌，即马虽然有一个查某的业务，就是拄着我，就是迄个拄着我就开始袂爽，还发性地。毋过我相信，我会做一个诚好版本的我会搁整一个版本。我就相信即个代志。台语嘛是共款，我相信我的台语会诚好。毋免比这一时的，毋免讲爱有别人去讲你台语诚好，我较会安心。其实毋免。我即摆就是若学物件学台语诚快乐。莫定定讲啥物人好，啥物人无好。这就是以早读册的时阵去分。啥物人读啥物大学啊？是国立的还是私立的？啥物科系？就是毋免去想诚济。讲台语好，就代表啥物？其实无呢。若有人讲，虽然台语普通，但是个性诚好，讲话嘛趣味，大家就介意甲这人开讲。若有人台语诚好，毋过就定定甲人吐。其实大家嘛无介意甲伊开讲啊。所以其实是即个心，搁有即个能量，搁有即个个性，搁有即种讲话的方式、做人方式，其实这较是重点。但是因为咱以早的教育拢无即种，以早的教育就是看你的成绩，袂讲你以早读册时阵是毋是交诚侪朋友啊？是毋是个性诚好？大家拢介意甲你合作，拢无人会去问这。大家想讲这著无效啊！以早若读册诚快乐，逐工拢做爱上课，甲老师感情嘛诚好，甲同学嘛诚有话讲，这哪有效？当然是讲成绩，是一切。所以讲，咱受着这种物件影响，咱即摆看家己嘛是共款。就讲这台语是诚好，还是无好？无去看讲，我有即种坚持，有即种精神，我愿意开喙讲，我愿意讲无好的台语，我嘛是来讲，摕来讲。其实嘛有人会嫌啦，其实想讲，这就是社会嘛。有的人其实都袂甲你嫌呢，因为伊嘛想讲伊台语无偌好，伊哪会敢甲人嫌？有人会讲叫你莫讲，其实毋管是啥物原因，每一人有每一人对台语的意识无共。这嘛无讲推撒甲母语的思想去推撒互每一个人，拢无啊。因为咱的社会拢是讲爱安怎趁钱，爱安怎顾健康，因为这可能就是会有诚济好处，讲会当讲有厂商就会使推销伊的产品嘛。有的物件就是无法度有互别人趁着钱，所以就无人去强调。你讲母语的，每一人拢会晓讲母语，这就是一种意识嘛。即马普遍其实台湾人是拢无啦。
伊就讲，当然是讲英文上重要啊，讲英文当找好头路啊。啊，若讲台语，有时阵会念啊，讲即摆人拢台语诚歹，啊讲诶，啊等下我若讲开嘴讲台语，讲你哪会讲遐烂，你莫讲好啊。这人就是安尼啦，就是念诶，因为这个意识无去建立出来。所以其实我嘛袂要紧，就知影讲，会拄着即种状况，就亲像讲赛事虽然我伫学，但是诚侪人拢无即种想法，就讲人死啊，若科学来讲，人就无去啊。我若讲会投胎的人，就讲哎哟，骹尾手冷啊，就是会，就想讲这是鬼仔故事还是安怎？其实嘛无即种意识。毋过若使说话，我就诚欢喜啊！讲逐个拢无，毋过我有呢，所以我会当用我的信念去创造即个物质的世界。嘛诚好啊，因为我知影即个秘密，毋过诚侪人毋知。这世事会当安尼想，因为生心灵啊，就是家己的代志嘛。毋过台语的话，就变讲，因为这是一个甲人沟通的一个方式。别若对方甲你嫌啊，就变讲就伊就希望讲大家拢有即种意识。就亲像性别意识共款，若大家拢无，就你就较别人就是斗白下，就诚艰苦。若大家拢有看着同性恋嘛袂安尼管别人，反对别人，安尼当然就是较自在。毋过即马台语的母语的意识，其实就是讲。佫是一个大家愈来愈无重视，那嘛袂要紧，因为线顶的资源嘛是有，即马有 Clubhouse，其实我去找，我去听广播电台，若想要讲 Clubhouse，我若讲要去学，我就讲练习，我就生活中，我就直接讲台语啊。别人若无法度接受，其实我就是爱坚定，就讲这是伊的代志，这毋是我的错哦。进前诚艰苦，就会想讲，我是被害者，我台语讲无好嘛，毋是我愿意啊。为什物这个人要安尼？伊是加害我的人，我是受害者，就是定定有即种想法，使家己诚艰苦。其实拢毋免，就是讲，我这个人就是爱成长，我就莫生气。我就甲对方讲第一，我若讲台语是我家己的代志，除非你听无，你听无不要紧，我用华语甲你讲，我嘛毋免对伊生气，因为。就是我着爱练台语，我就是有即种需求。其实我嘛毋免解说互你听，就是坚持讲，这是我家己要讲的，我想要练习。你有认同无认同，迄是你的代志。安尼我着无需要因为对方安尼。其实对方嘛有诶嘛无即种意思啦，毋过我着诚敏感嘛，因为讲无啥好势，当然着较敏感，就亲像讲裤底无钱诶人，人若讲你爱看这无你看迄区好啊，这区可能较对你来讲较袂合，裤底无钱诶人是会掠讲诶呢，其实对方嘛无歹意啊，伊着想讲。我当然介绍你会当买产品嘛，安尼毋是会对咱两个人来讲拢诚好啊。毋过裤底无钱人，因为做长久以来，大家就讲有钱诚好，无钱就是一个
罪恶，罪恶。所以讲，变讲口袋无钱的人，会诚自卑，所以对方有啥物讲话有啥物无顺的所在，拢会掠讲。即摆阮台语，别人安尼讲两句，安尼无问讲，你为啥物要学？当然会使问，毋过伊就是爱互我感觉讲伊是愿意甲我讲台语的人，是一个台语的伴。安尼问可能就是好奇嘛，亲像讲同性恋，若讲这人就对同性恋完全就无想要了解，就问讲你哪会介意同性的？你当然会讲会袂爽。毋过若对方是讲，我有一个亲戚，伊嘛是呢，我感觉伊诚好呢。有即种讲即种较互你感觉是共一个的话安尼。伊若安尼问，问讲你为虾物介意同性？你就会笑笑的甲伊讲，你就想讲这人是真正好奇，毋是讲用问的方式，表达伊的反对，伊无法度接受的即种事毋过这是以早嘛，以早就想要别人来接受家己的台语，接受家己的啥物啥物即摆呢，我就换一个想法，伊接受无接受是伊的代志。安尼我就要练啊。虽然讲无好，毋过毋免生气嘛，毋免讲足悲伤，讲我哪会无进步。我就是爱甲家己比较，毋是甲别人比较，迄比袂完啊。而且这要安怎比？有人台语讲啊诚好，毋过一开喙就是互人倒弹嘛，有可能啊。有人虽然讲受着华语影响，伤久无讲，毋过讲出来的话拢是足轻松、足温柔的。这嘛有可能啊。我会使行这个路线，而且我即摆嘛伫学要安怎写，要安怎看。写甲看是一般甲我问我讲，你为什物要讲台语的人，伊一定无学过，因为大家无即种意识嘛。当然就袂去开时间去学讲台语要安怎写台语要安怎看，有台语文即个字。既然无即个意识嘛，无可能开时间去学一个全新的物件。毋过我就想讲，其实我着比迄人搁较厉害。我即摆开始学啊，而且我会愈学愈好。对方呢，只是讲细汉的时阵有听，伫厝有听台语安怎讲毋过伊着无像我讲一直听知影足侪知识。虽然讲啊无顺。因为这是需要练习的。毋过我嘛有我的优点啦。而且就算讲对方拢是比我搁较好，我嘛无需要安尼去比较。我就是为家己负责，甲家己比较。我着渐渐有即种自信。我相信我会比对方搁较好。安尼，我相信。这是我一种心中。